新8点档梦乡。阿梅，你来啦！来，进来，来，坐啦哈。来，饮茶哈。是安怎啦？你有代志哦？阿 Q 啊，我的心肝作乱的，我找无人通我讲，干那你，是毋是跟迄个姓董的有关系？我老实甲你讲，迄个姓董要逼我离开平家，伊讲我若无离开平家，阿海也甲我阿爸拢有代志。伊是凭啥物安尼做啊？我嘛毋知影凭啥物，我嘛毋知影凭啥物，免用一刀一枪就使甲一个人一生拢毁掉。阿 Q 啊，我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。可恶，迄姓董的实在有够可恶啦！假使所有代志我会使家己担，我啥物拢毋惊。也毋过即摆已经害着阿海啊，甲阮阿爸。因为安怎我袂使无去顾着。阿梅，迄是伊哦，挑过咧，甲你吓惊的啦。伊哪有可能去对付王平甲阿海啊啦？因为手段我太了解，伊若要叫你死，你就袂当嘛。所以讲，我若继续留咧平家，阿海啊，甲阮阿爸，因拢有危险，你知影？阿梅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要离开平家？虽然我毋甘离开你，但不过我做袂使。阿梅也袂用的啦，你袂当离开伊，伊嘛袂当无你啊。一定哦，还佫有其他的办法啦，你袂当安尼就走啦。该想我拢想过啊，我已经无其他的办法。阿 Q，我是来拜托你。我会记你捌甲我讲过，你要甲我当作你上好的朋友，对无？所以讲，我会使甲你拜托你。假使我若离开平家，拜托你好好照顾因爸仔囝，
有女性啊。阿桥啊，就算讲这是我最后甲你要求好。阿妹，你袂用个走，你袂用个走啦！阿桥啊，假使讲连你都甲我拒绝，你是要叫我安怎？为什么？阿妹啊，你甲阿桥开讲啊有欢喜哦？已经困偌久啊？拄仔困尔。哦，快规百工才困去呢。你又毋知影咱日省有偌肥啊？要困进前哦，拄仔伫眠床顶安尼拍练斗，安尼冰来冰去，搁还叫我抱伊安尼四界踅来踅去，一定爱舞甲安尼忝甲要死才甘愿困。好佳哉哦，我骗囡仔技术实在有够高的。日省我若一抱着，我着甲伊按来甲死死死死。照安尼讲哦，一个日省无够开哦，咱若搁较拼哦，加生几个，你会发觉我以后会变成一个囡仔头哦，一个好老爸哦。阿妹，你是安怎啦？是毋是我讲毋对话哈？我拄仔是凊彩讲的啦。你若袂堪的袂要紧，咱日省一个就有够啊。我袂叫你搁生啊吼。阿妹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拄仔入来到即摆拢无讲话呢？你是毋是心里无爽快啊？我真的是一个好老爸，我嘛一直感觉。我拄仔是讲耍笑的啊，你若真正袂堪的，咱就莫搁生哈。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永远拢是我的好儿子。你哪样样讲这啦？假使有一天，我爸都做阿爸的好媳妇，甲你的好太太。你会原谅我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啊，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无啥代志啊。阿妹啊，是什么代志啊？你讲啊，啊，阿妹，无啦，海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
食。你若你先食，我搁咧无闲呢。哦，啊，连这鱼头你也要来马抢哦？拜托诶，我嘛是要食呢。啊，你是阮囝，啊，我是恁老爸，啊，你嘛小友好令我食。爸，我就是有孝想讲吼，你即摆老啊，可能较歹创，这期足济啊。骗笑诶！恁爸吼是为少年创到今啊，你也安尼？啊无一人一半嘛。看起来好，没啊啦。阿爸，今日天气较热吼，我用甲你食遐一寡青草茶，互你使存下顶呢。好，海啊，嗯，你想要甲阿爸相抢了？阿妹啊，实在有影厉害，伊也知影你船仔顶食物件拢会烧抢。你莫甲我抢就好啊！哎呀妹啊，你安尼甲我那传东传西，我拄好无看你食呢，你是毋通枵着呢吼？袂啦，好啦，你紧去啦。好，我来行哈。阿爸先行。双脚行到里头，阿妈里头顶，哎呦，蹦蹦来蹦蹦。阿妹，你真正要离开哦？你还想好清楚呢？我若想愈清楚，我就愈行不开口。我若无离开边家，人生早晚会变成孤儿。啊，毋过李生啊，搁遐尔啊细汉，伊阿母就要离开伊啊。现在搁有人吧？阿海也在听。阿巧，你万听你醒着无？你离开遮了后，你要去倒啦？我嘛毋知我要去倒，我只要离开偏家，愈远愈好。送到遮就好。阿巧，你带你先转去。我毋是我的你，是迄个怪罪。阿妹，你莫
会走好无？阿辉。阿母，是啥讲你人去入来？转工来看你。免。阿母，我知影你袂原谅我，我是要来讲几句仔话。阿母，你的温情，我一世人都无法度放袂记。我对你无啥物温情，你上好是放袂记你。我无可能袂记。伫我做细汉的时阵，阮老爸老母都去互日本人烧死的甘蔗。若毋是你甲阿爸收留我、请养我，我可能嘛无法度活到今仔日。是的啦，你饲我遮侪年，我无甲你友好，顶多阁互你伤心。你我遐尼大的温情，我一世人做无做袂，我都无法度安尼。请你原谅我，阿母，莫阁叫我阿母。我无你一个查某囝，我连我这个查某囝无去，两个你对我是无对，永远拢是我的阿母，永远拢是我的阿母。你莫阁讲啊！我无想要听。你即摆确实甲我离开，你走，你甲我走愈远愈好。我永远都无想要看到你。我毋知当伊才会使阁转来咱来顾你，你一定爱保重。
一生一切。阿爸，这歹处理呢？平常时哦，就叫你哦较骨力啦保养的，啊你刚咧变大啦，啊敢会晓规工啊揽某尔，啊他这声在苦啊吼。阿爸，迄物件用久生成会歹去的，你哪会当怪我哈？你若还有才调，这船啊嘛是你的呢，无你以后拢你来修理啊，啊你来保养啊。讲伊几句啊尔，就遐尔毋情愿。我哪有啥物毋情愿啊？那算好运呢。啊好佳哉，咱无出海呢。迄万一若出海，那歹伫海中哦，咱靠是哦，要哭无目屎哦。伤海啊！啊，即马船啊歹啊，袂当出去掠鱼啊，啊免怎？啊无就叫后龙来修理啊，啊看会当修理就修理，啊若要换啥就互伊换嘛。你是头家呢，你就放一工仔假，也袂枵死啊，对无？嘛是有影啦，我着做甲遐尔艰苦，散步时啊小歇的，嘛袂歹啊。等下抱孙。阿爸，啊这个交互你吼，啊你只等后龙来修理，啊我等你陪你先，嘿嘿。嗨，小等，你小等下啦，安尼唔对啦，应该你爱留落，啊我等下抱孙啊。无咯，啊这船啊是你的呢，你是头家呢，啊囝是我的，当然嘛你顾船，啊我顾囝，对无？着你一箍头啦，我是头家，你是新郎，你应该留落来啦。啊咱哪有公平啦？无安尼好啊，若要留，大家斗阵留啊。好啊，啊为了公平啦吼，啊咱两个做伙留啦吼。阿爸，你哪使甲我骗啊？你哪使逼逼啊？阿爸。叫你兼你船啊遐吼，等后龙来修理，还硬要转来。我嘛要来阿叫啊，他细声啦，你现在拄困啊？阿妹敢无伫个？阿妹走啊？走啊？走去买菜啊？哈？我要休息。阿叫啊，啊你若坐面啊，来处处啦。阿妹，你离开皮家，离开皮家？对啊，你即摆讲这话是啥物意思啊？开啊，伊真是离开。阿爸，你是咧讲啥啦？啊，这到底是啥怎？啊，阿妹伊要离开，伊是要去佗啊？啊？我听主讲吼，啊代志过就无代志啊，啊想袂到伊真是来离开，这拢爱怪我，怪我吼不应该讲遐话。阿爸，你有搁甲阿妹讲啥啦？阿爸，阿海呀，阿妹的离开哦，你是有高中的，甲王爸无关系啦。考中？啊，到底是为什么考中？我哪唔知影啦？啊，为什么恁大家拢知影伊要离开，只有我一个人唔知影哈？阿妹的离开哦，拢是为着平安世上，伊是不得已唔才会离开的啊。安尼放翁放囝，安尼这叫做替皮甲设想哦。我唔相信阿妹会安尼做啦。阿舅啊，你骗我对无？啊？不是啦，是阿妹亲嘴甲我讲的啦。哎呀，阿妹上遐心动的哦，要走的。啊，咱家也无冤无仇，伊为什么要逼走阿妹啊？哎呀，阿妹若无走，迄个世道就会对付你甲王伯啊。伊会甲你掠去关嘞，阿妹无法度，才会离开啊。哪遮尔戆？哪遮尔戆咧？阿舅，厝顾好，我来看
敢有来遮啊？有啊，拄好有来啊，我甲赶转去啊啦。先生娘啊，啊你若无留落来啊？阿头你是安怎啦？你哪用这种眼神咧看我啦？我是甲留大遮要创啥？我当然赶伊转去啊。既然伊无伫遮，我来包伊这。王啊，等一下。我是安怎啊？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啊，毋是就拍算要离开这个所在啊？要离开这个所在？啊，伊拄仔来，哪拢无甲我讲？啊，反正伊都还未开喙，啊，都互你赶走啊，啊，是要安怎甲你消失咧？拄则来遮是要甲我相死哦。歹势啦，甲你叫了吼。王啊，等下。阿姆你好，小姐，你要找啥？咱请问吼，你是毋是明仪阿母？阿姨也是阮囝，我毋过头关心去啊。这样代志我知影。小姐，啊你是啥物人？你安怎熟悉阮阿姨啊？阿姆，我叫做阿梅，明仪啊是阮阿兄的好朋友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你来遮有啥物代志？我是专工来遮拜访明仪的某囝。阮囝死了啊！阮新妇就变安尼失信，无外母就起笑。有一天，趁我无注意的时阵，伊就甲阮孙抱出去，这阵都拢也捌转来。阿姆，啊你知影伊甲囡仔抱去倒无？我嘛唔知影，无一定是抱去西瓜流浪，嘛无一定是转去台北后头厝嘛有可能。台北。阿姆，小姐，你这什么意思？阿姆你免客气，这是点仔钱你放在身躯边。袂用，咱有钱为国，我免哪样收你的钱。阿姆，我虽然是头一摆来看你，也毋过我定听明爷提起你，明爷是一个好人，伊发生这款代志我无度斗相共，这是我一点仔心意，你放在身躯边。你讲你是好人，啊，不过因拢讲你是一个叛乱犯。伊若要是一个好人，伊要哪会互人掠去？哪会生啊这哩不明不明？钱啊，阿妹要离开进前，我是有苦劝讲哦，伊倒转来遮啦。啊，伊安甲我拜托讲叫我莫甲赶啦，讲伊无所在通好去啦。啊，你安尼无爱互伊倒转来啉咖，你敢毋知阿妹的心肝内是偌艰苦？阿妹啊，这囡仔哦，真可处啦。就算讲伊互逼到要离开这个故乡，就算讲伊要来甲你见最后一面，伊吼也毋肯讲出着伊心肝拄着什么困境。李雄拢嘛安尼，不管什么代志拢毋讲啦。我毋是神啊啦，准做问神吼，若跋久嘛有飞，伊逐项拢毋讲，我免哪以为着伊心肝内咧想啥物？这哦，就是伊的个性啦。
伊吼甘愿讲担所有的艰苦，伊嘛毋愿吼看到别人伫艰苦啦。啊，伊无甲伊讲伊要离开，伊嘛是惊你烦恼啊。钱嘛，你敢知影？你也莫对伊遐尔怨切，啊，轻来原谅伊，啊，轻后来叫你声阿母。伊凡事也感觉讲，啊，心肝内还佫一点仔温暖，伊就会留落来啦。你莫甲我看啦，我无咧怪你的意思啦。啊，阿妹啊，离开就离开哦，即要讲啥无路用啦。上吼，我受拢无咧。啊，好歹阿妹啊嘛是你一手甲请大汉的，啊，你敢明仔来原谅伊？啊，你敢真是无甲伊当做是你的查某囝？要毋过吼，在我所知啊吼，阿妹啊伊是真坚心哦。无论你安怎对待伊吼，伊嘛是坚心啊，甲伊当做你是伊的老母。钱啊，啊，我吼该讲的我拢讲啊，啊不应该讲的我也讲啊啦。啊，若是有得罪的所在吼，你就爱原谅了。我要爱过世啊。今日最后一班火车阁要到啊！你若要坐火车，就紧去买车票；若无要坐火车，就请伊离开。哦，已经遐嘛？歹势，是。嘿，小姐要坐车，要坐到底。哦，我到来。迄一年，阿梅总算离开故乡，离开伊最亲爱的人。离乡是一首悲伤的心曲，但是伫阿梅的心肝内，离乡无完全是绝望的。离开家己的囡仔，也毋是世界末日。伊替家己找到活落去的理由。伊打算要去台北找春潮，找明义的牵手。伊愿望会当替因孤儿寡母做淡薄仔代志，就亲像伊的亲生爸母死的时阵，林老医师替伊做过的代志同款。哪遮尔暗啊？应该找的所在嘛，拢应该爱找，我哪袂转来啊？唉，差不多啊，是安尼。囡仔有困？这无简单哦，伊才困去啦。医生敢若知影讲伊的阿母已经离开伊身躯边啊，规工拢哭袂停。人咧讲哦，母囝连心啦。啊，其实啊吼，这囡仔真巧啦，伊啊爱困的时吼，啊无闻到因老母迄身躯的味吼，伊就安尼吵。我若较早互恁知影哦，互恁去考劝阿梅，
无伫卡伊就袂离开啊，拢是我毋对啊。对啊，莫安尼讲啦。伊安尼做吼，拢是吼为着平家咧设想啦。啊，就算讲伊今日无走啦，啊，你敢敢保证讲伊明仔载袂走？当暗暝迄个个性吼，我著真了解，伊拢是为了阮好啦，早晚会来离开的啦。嗨，找无？另外添几工啊啦，啊，骹手去洗洗，啊，捡个留饭菜底。我哪有胃口啦？哎呀，今仔找无，明仔再搁找啦，啊，毋免安甲不倒咧激气啦。我来甲饭菜烫好烧啊。阿 Q 啊，你哪毋较早甲我讲的？你若较早甲我讲的，阿妹就袂离开我啊嘛。我知影我毋对啊嘛，你要怪我，我无话讲。伊也毋讲，我嘛无希望代志变到安尼啊。我毋知影代志是要安怎做才好，你莫生气啦。莫生气，我当然嘛会生气。你若较早甲我讲一声就好，今日麻烦我真正代志。哎呀，你遐是咧创啥你啊？阿 Q， 你安尼做，你到底是存什么心啊？你敢真正靠阮阿甲某安尼跳分开哦？歹势啊，拢是我唔好，我唔好啊。嘿，阿 Q， 阿 Q， 哈，你是咧起啥哦？这单代志甲阿 Q 头有啥物关系啦？你竟然还为着阿袂走，安尼第一怪，啊，甲讲迄种话，你实在哦有够毋捌代志的你啊哈！像安尼，以后谁敢来？我只是唔怪阿妹离开我嘛。你安尼是算什么查甫囝啦？阿妹才拄走尔，你就安尼失志，安尼失去理智。你吼，哈，免那生啊你这款后生，上够了然啦！爸爸，阿妹安尼放翁放囝，讲走就走，连一句话拢无交代。敢讲我甲日新对伊来讲一点仔拢无值得留恋吗？这种感觉偌做你敢有法度接受啊？别当接受啊，就爱接受啦。若是阿叫我较早讲的，我嘛有法度挡阿妹莫走嘛。哎呀，你错啊啦！这个免讲咱叫伊莫走，同款伊也是走啦。这哦，毋是你我哦会当来做决定的啦，啊，毋是阿 Q 会当来做决定的啦。像阿 Q 啊吼，对咱平价遮尔好，你搁安尼来人责备，你刚才你安做，是加去吼去伤害一个人的。我也毋是有心要伤害伊啊。真嘛亲像阿 Q 啊，这样善良的查某囡仔吼，那是真难得的。你也想看嘛？过去伊是安尼来照顾着咱爸仔囝，毋免我讲哦，你家己心内也知咧啦。阿 Q 安尼点点啊吼，为咱平家安尼伫咧做，伊嘛无讲伊要得到什么。你甲妹仔结婚，伊嘛无报顾怨言，伊嘛无咧怪着咱平家。认真讲起来吼，咱欠伊的情吼是较济咧，啊咱还袂报答咧，啊你若对人啊大声声。哎呀，你即摆原来是做人的老爸，万项代志吼，你都爱较会晓想咧，唔通安尼吼，卡袂着要起性落地。若是阿妹的代志，这毋是3、2天就法度解决的啊。为着囡仔，为着咱平家，你应该吼爱好好拍算讲将来日子要安怎过才是办法啦。讲我一定要接受着阿妹离开我的事实吗？我唔相信。小萌姐，伊用大女婿伫咧倒。
姐，请问一下，英雄大女侠伫咧倒？唔知咧。这个女侠伫咧大酒店最有名的呢。哦，小姐你找唔对啊，大酒店伫延平北路迄边。多谢啦，多谢。跳袂着。人客，阿你，来讲，我甲你讲，一年365天，拄我今仔日上午间，阮英勇大女侠的头家，今日真正喜笑春团了，好，保证比死河顿搁较高金。阮遮有银也无，阮遮无银搁较免讲，啥款？再有再战，来，无定定有诶，来入来。好，你真正毋捌会了你。你说阿你，哎呦，真啊水哦，真正水！阮内底清气5万，我安全，绝对战国人。你看，敢若我这个大声，比小顿大饭店搁较大，懂嘞？你上，阮有嘴讲甲无乱耳，甲你高正，你安尼活咧要走？你真正目睭叫老目糊咧，阮。你干你个钱，你毋捌外款啦，落车头无你少贪听。我大场亭，上告。才袂困，心事拜头白分，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落车头无你少贪听咧，我大场亭，上告。小范，有惊吗？惊到，脚尾煞好在，听好详细。你嘛出来入去，看恁要创啊，我袂插你，莫讲坏啦，歹斗气。你入去，我甲你3米数，8节犹太，啥款？要若无恁的真正，我算到1、2。两是家母生啦，你是咧创啥的啦？还是哦，是嘞。头的啊！你嘛较拜托咧，你行安尼后头互我包落，我真正会当互伊带衰呢。你无看我咧救人客？迄叫做溜人客啊！人客若无互你赶了，就真假在啊啦！溜人客，哼！甲你要入来？阿伯妹妹。无啥叫你坐啊！哦，你嘛拜托，你无看我规身躯寒，你嘛互我休喘的。哦，我早甲你警告过，用这个方式诱人客，要甲你抬头死头路。哎呀，莫安尼啦，你拄只都无错。我安尼有嘴甲讲甲无原耳甲高正，伊安尼切啊，出来活咧，要走，敢甲我青，我无甲驾驶一个要来用你。哈？你要甲人教官？哈？因是人客呢，伊毋是学生呢。你爱知你咧创啥呢？你今日你是37啊，你毋是老师呢？头家啊，但你嘛莫安尼，你生气甲安尼，对毋对？咱人规身躯总甲强的血管才规条，你安定定咧气怒，万不行，血管若断30-50条，啊，看要安怎？我若正经血管来断吼，那是厉害啦！哈！我今仔甲你讲，我早甲你警告，我今日若无甲你死头路，我3日第一英雄，互你倒头写。接倒，好啦，啊我后摆唔敢暗就好。别我，小安啊！我甲你警告几摆，叫你唔通安尼，你就是安尼。我的生意愈来愈歹，人客愈来愈少，我若无甲你死掉吼，我这间店早晚来关。哼！靠的啊！莫安尼啦，好，天无怕，我坐遮。安尼啦，无你若家动感觉我步数唔对，你嘛莫安尼靠袂住，就要甲死头路。啊，你若甲死头路，我你到时唔算叫我免。这阵我也无想到。算在，你都拢袂晓关前顾后啦。等飞顶吼，我趁搁较侪钱倒转来，我嘛就来教你，较袂输咧做义工的，对毋对？啊，阮阿妈讲，无名草木年年发，都唔信男儿一世情啦。这刻无伊无要紧，我白体着。我免担着看你头面，我来走。
当的。我问我，你后摆若要搁走出去，若是你跟找哦，从我无关系。大上哟，哟，歹势，叫我阿上了。我搁互你一摆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有影？你家己讲的哦，我坐你遮你去不怕。讲啊，要安怎讲？真简单，以后对人客较客气的，较有礼貌的，对这个头家较尊重的。啊，我大叫要改，叫改吼，叫改你。你嘛讲我上济，到底是要改啊，唔改？啊你若改点一卡哩？啊，我做三七要改。这条若改，我都免走输啊你。哦。上一个招数哈。为你月车袂困，心事拜头白昏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上一个招数哈。孙哥，我是咧甲阿雄讲吼，走私迄落对啦，走私的粉哦，加真芳啦。阿雄，哈，来，甲我买2包粉，水货，水货。啊，你提价这10块银的拢有够啦。啊，这10块买2包粉就拄好，当然好啊。啊，你我替你走出路遮，你说免淡薄行路工互我。行路工。一个烟肠的啦。吼，连拍烟肠你都要甲我摕钱？好，头家娘，你拄则毋是咧问讲走私的代志？哎呀，啊招数啥啦？我跟你讲，讲啥个？来，你拍烟肠。会记哦，斗一条好无？吼，我知。阿兄头哈，啊你烟肠，毋知你卡算头无？紧去啦！哎呦，水某，啊你是咧想啥个啦？我咧想啥？我是咧讲哦，啊，恁当时两个感情跋遐高，伊搁问你讲哦，食烟前看要夹蒜头无？啊，恁两个是咧变啥空哈？迄太有，哎呦，人讲哦，满食满不食，啊食食不可满。像安某，你遮里欠较送较便宜啦。咱我拄则是咧教阿上哦，讲对人客爱较客气，较有礼貌。啊无，我就要算一下账。吼，啊较我阿上买烟钱转来，咱两个再讲对价。你一嘴，我一嘴，你一嘴，俺一嘴，较袂位吼。好啦。好，啊无我是吧？好。哦，一个搁会做当机，啊，搁一个做倒头，两个搁套到遐尔啊吧？什么咧走私粉？我看是咧走私查某。我会踮咧遮等，看恁两个吼，这要变啥吧？雅云啊，咱真是找到阿姑安尼。哎呦，太太，你是要来倒暗，还是要来求客哈？无啦，请问恁头家有伫个无？你要找头家？啊，你是找头家要创啥？我是头家因小妹啦。你若不是嘛，你无想要诱起你女人做小妹，你怎么已经惊死啊？你就是安尼做，你才会养到对。我对某你始终呢，我有当想要安怎，气魄无够，我唔敢呢。哎呦，你查某囝甲带到阮兜来，啊是安那？你若找阿兄无够，啊连查某囝要带叫阿爸呢？甲你讲我咧开路车，我拢咧骗你的啦。你要我气死，你要我气死，你别走，你别走。敢是阿母叫你来？是我叫你来。是来抢我囡仔对无？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你准点，等你走。我断掉啊！啊，你等下要创我啦？什么代志要转出来？快听我讲好无？天光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下长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
想阮，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？为你袂食袂困。问你敢有想阮？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？为你袂食袂困。